前几日啦，这中南部大雨是直直落，伫南投草屯相当地区呢，这自来水系统也互土石流甲冲坏去，害当地是600多户无水通好用。即马公所是赶紧来抢修，到今仔日已经修复5成左右。伊嘛表示会编预算来协助重建。 是啊，甲那个季风都顶悬起来，都水管拢断了了。南投草屯相当地区一直拢是靠干役自来水系统来供水的。7月底连续几若天上大雨，当地发生土石流，甲自来水管线冲坏去，造成600多户无水通用。经过抢修，5条管线即马剩2条，也未修好势。不过嘛，因为安尼，一寡住透天的住户水压无够，水拢真细港。掩埋很严重吼，也算讲。 土司的掩埋，即目前吼，我一讲也无法度好这个维修吼。即马这我看它就是可能爱废井，还佫重新再开挖，这个经费的部分可能是爱透过咱公所这边甲咱斗真情，咱电这电力水来水当顺利来使用。 但是相当干役自来水管理委员会指出，目前抢通的管线，敢若先用较简单的方式接水管，系统性的灾后复原，也需要公部门拨经费处理。伊来赶紧吼，甲咱公务科上面吼，是毋是来编一个预算出来吼，抢修的部分再配合相当咱的自来水委员会吼，这方面经费方面，我会专业来甲想办法。 这个相当地区干役自来水系统受到土石流的伤断，草屯镇公所表示会编列预算来协助复原，另外嘛有协调自来水公司先提供临时供水站，予居民灌水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